总裁，我把这段卡完就回去做饭啊。总裁，按我的计划，要我做顿饭，你多陪我2年哈。哎，舅舅拿起来，我看你舅舅干净嘛的走，哦哟，好脏哦，你的舅舅。我问他干你身上吐不吐？偷偷打电话问你妈妈看嘛，别干我哈，别过年了。喂，总裁，要洗澡，这过年了，就我给他办法的，我不敢洗澡。你过2天回来都过年了的，你早点回来啊。看到了，打开了。哦。等一下嘛。找个人帮我洗大狗，总在拉了指甲狗，总在养大狗，找个人来上门帮我洗。总裁，我也有人来给你洗澡了，你等一下，给你洗澡了。你要洗冰吗？啊，转角代表走，谢谢你了喽。要不你把它洗干净就好，水分来这样。